咁為咗進一步保證物料品質同埋手工都能夠達到優質標準，則師會派代表到完工之後嘅牆身揀選任何位置嚟進行拉力測試嘅。而測試嘅工具就包括咗 call 窿機、電鑽、拉爆螺絲、多利、膠水、拉力機同埋電子讀數錶嘅。咁拉力測試係屬於破壞性嘅品質控制方法，而承建商就要安排合資格嘅技術員實地進行測試。技術員會喺揀選咗嘅瓦仔上邊安裝 call 窿機，將整個周邊嘅瓦仔連批底一齊界開，再將強力膠水黐喺多利同埋瓦仔上邊，等膠水有足夠強度嘅時候，就可以用拉力機將多利同埋瓦仔一齊拉出，而電子讀數錶就會顯示被拉離嘅瓦仔連同泥底嘅強度，咁就可以核對合約嘅要求啦。咁至於講到伸縮縫咧，除咗有結構性伸縮縫之外咧，瓦仔收口位碰其他物料收口位咧，又或者瓦仔底牆身有唔同嘅物料，以及鋪砌大面積嘅地方咧，咁瓦仔同埋批底本身都一樣要做伸縮縫噶。係啊，仲有呢種伸縮縫，記得要係預留喺暗角位置，或者大約每10平方米嘅位置，闊度一般唔少過6 mm， 而且深度仲一定要留到石屎面，用嚟填塞物料同埋擠膠嘅。咁伸縮縫預留好之後咧，跟手就要填塞物料，俗稱豬腸。咁揀料咧就一定要根據翻承托同埋配合擠膠收口物料嚟揀料，再經則師批准之後咧，先至可以用噶。咁豬腸嘅直徑就一定要闊過伸縮縫嘅闊度，而至於合規格嘅豬腸，就應該係你點樣撳佢，佢都會回復翻原狀，就好似我哋做人嘅態度咁，無論俾人點樣搓圓撳扁都好，到最後依然要企翻起身。咁大家記得千祈就唔好貪方便，用其他物料嚟頂替，因為咁樣咧做出嚟就會唔優質噶啦。最後咧就係要擠膠收口啦，收口料咧一定要配合得到伸縮縫設計嘅伸縮程度，而且咧仲要俾則師批准過先至可以用噶。冇錯啦，如果地盤入邊每一位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個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啦，炳叔。